你先看一下，给你几个小建议。如果你有掉漆的话，建议你要去点漆。两个车应该是都停在室外，所以我会建议你要点个漆，让它不要生锈，因为它生锈就比较无解一点点。然后可能就常洗车吧，建议，因为毕竟是放室外的。电的吗？请椅子垫那个缝缝，因为它有透气。好 ，OK。钥匙，少100块。哦，对对对，好，你先看一下。